其实哦，韩国瑜啊，这个顶礼拜六甲中国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主任王志民密会，都引起着大风波。陆委会质疑这个行程无公开透明，有出卖台湾的嫌疑。参议去访问邦交国的蔡总统，嘛计海来批评韩国瑜对这个一国两制欠缺着警觉性。韩国瑜是来回讲，这个市府团队甲市议员拢对调咧，是要安怎来出卖高雄咧？伊讲伊敢若卖这个农产品。另外，这国民党4月要征调韩国瑜来选总统，韩国瑜讲，伊即摆规个心肝，敢若想要帮高雄行销，无想遐多。敢是要替高雄市长韩国瑜拍天趁烧？平面媒体曝光，国民党拍算4月份要征调韩国瑜领表参选，无伫国内韩国瑜耳仔敢袂尿尿？是现在此时此刻，我正在前线不停地冲刺订单，不停地交朋友的时候，我想这个时候台北中央党部有什么想法？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心思去仔细的思考。韩国瑜讲要先替高雄拍开财路，抑阁甲中国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会面，门煞关起来引起争议。香港政治创会主席罗冠聪讲这是魔鬼的交易，韩国瑜出行最大的败笔正是会面中联办，这是一国两制操盘手。香港评论人士黄之锋嘛质疑韩国瑜今日香港是明日台湾。配合中共的统战，台湾无好处。刘慧认为讲韩国瑜这场会面是安怎门唔拍开？港澳相关法规对于县市所长在港澳与中共官员接触，并无禁止之规定，但是在比较敏感的场合进行这些的会晤，应该尽量公开透明，并重视社会观感与国际视听。中国变外交的蔡总统嘛，伫外国甲定。中国办是中国实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的机构啊，也很难排除是在制造一个一国两制的氛围啊。那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我们韩市长有没有这样的。我带着我老婆，带着我们副市长，带着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团队，还有旁边有10位高雄市议员的监督之下，我要准备出卖高雄嘛。如何出卖？就是如何出卖。我只想卖水果、卖水产品啊。所以陆委会也好，还有其他酸言酸语啊，像这些不必要这种杂音跟这种怀疑论啊，是非常的无聊。韩国瑜这阵游览维多利亚港，风平浪静，不过引起风波却是一时难以平静。